今日同大家分享啊 ，even 都你已經拎咗嗰隻 WhatsApp account 啊，either WhatsApp Business 或者係 WhatsApp Personal 啊，普通嘅 Personal 啊，所以有時啊，你做 warmer 嘅時候或者 warming 嘅時候啊，佢都會可能咧中 ban 嘅。所以我哋點樣 check 嗰個 account， 我哋拎咗但係又中 ban 咧？ So 呢度我教大家啊。So 去呢個 tools 度，跟住 WhatsApp Warmer 你撳 Start Now， 咁呢啲 account 已經拎咗噶嘛，但係其中啊可能呢啲 account 係中 ban 嘅，要揾到你拎咗佢都會中 ban， 因為你做 Warmer 嘅時候咧，如果嗰個 AI detect 到你係做 spamming 咧，你嗰個 account 就會中 ban。所以我哋點樣去知道邊個 account 有中 ban 咧？So 首先你將佢哋 Zoom select 咗先。select 咗先啊！當然你做 warming 嘅時候，你唔可以 select 咁多 account 嚟做啊，最多2個3個啫，最多2個3個，同埋時間咧最好係12點半夜晚12點半過後，即係凌晨啦，凌晨嗰段時間做。點解咧？因為通常早上嘅時間、晏晝嘅時間咧，我哋做 warming 咧，就佢會一直 send 信息話。佢如果 detect 到你一直咁樣 send 信息咧，佢當你係 spam 咧，佢就會 ban 你個 account 咯。但係凌晨12點半過後，所有人瞓覺噶嘛，所以冇咩可能我哋會 spam 人啦。所以會揀嗰個時間咯。所以翻嚟咧，我拎開咁多 account 落呢個 GBWA， 我要知道邊個 account 拎咗之後又被 ban 咧，就係響 warmer 個過程咧，warming 嘅過程咧。俾佢捉到 ，so 你先 select 晒，撳 next， 再撳 next， 呢度 select one to many， 撳 finish，click to initiate。咁樣自動咧，如果係嗰個 account 有拎到咧，佢會出呢個畫面嘅。so 頭一隻係冇問題咯，我嚟睇第二隻。第二隻都出現呢個畫面就冇問題咯，我哋睇第三隻，都冇問題咯，第四隻冇問題咯，第五隻你睇到冇？佢出現呢個叫你去 link with 呢個 barcode 就係呢個號碼咧已經係被 ban 咗，你又重新再拎過，重新 submit review， 叫俾 WhatsApp 等佢放你一馬應該有4擺嘅機會啦，跟住再撳呢隻戶口都係中啊，最尾一隻冇中，所以呢隻同第5同第4咧係中咗嘅，所以你就翻去你嘅 handphone 嗰度攞翻個 SIM 卡再 submit review， 再拎翻嚟 GBWA， 明白冇？所以今日分享到呢度為止啊。所以我刪咗佢先，所以我唔可以 start 咯，因為我 check 啫嘛，所以我刪咗佢，我翻嚟呢度，咁就 check 到你邊隻號碼已經拎咗嘅，又被 ban 咗，明白冇？ OK 啊。